我们一直以为的解药，却是害了他的毒药。如果小师妹最终要以吸血为生，那我只能杀了她。你若敢，我就把你太乙山夷为平地。你最好守护好她。小师妹为什么还不醒？你带我去看看她。你先把药给我喝了。可是小师妹，妹妹如果情况很糟糕，你觉得我还会在这里安心给你喂药吗？那我去医仙谷找素女姑姑，素女姑姑可以救小师妹。我三哥和表姐已经去医仙谷了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你先把药喝了。可是我姐姐，她为什么要走？她知道我是她妹妹吗？她现在到底在哪儿？我真的好担心她。没事的，别瞎想了。苏冉冉，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从你身上一件一件的拿回来。妹妹现在这个样子，无病无痛的，可就是昏迷不醒。咱们快把二哥叫过来吧，要不然，妹妹万一有个好歹，我还怎么活呀？如果把二哥叫过来，爹娘知道了，肯定也会赶过来的。那怎么办啊？还有那个娄轩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为什么是他抱着妹妹回来的？还一直陪在妹妹的身边，连我都不让近身。我想，她就是妹妹不想嫁给新郎的理由吧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娄轩不是来向表姐提亲的吗？怎么突然又……他或许跟表姐之间有一种约定，不然为什么后来退婚那么轻易呢？那行，我不管了。我现在就想知道妹妹为什么昏迷，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？或许三哥跟表姐那里会有答案吧。楚阳，你说你这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冉冉他们走了这么多天，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？嗨，能有什么事啊？就算有什么事，他们都那么大的人了，也该自己解决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啊，是把你的身子养好。你的身子好了，他们就回来了啊！来。可是前天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见我的冉冉满身都是血，我拼命地叫他，可是他却离我越来越远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我的冉冉再也回不来了。夫君，你说，要是冉冉真的回不来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没事啊，这只是个梦，只是个梦。
你这样不眠不休的，等小师妹醒来，她一定会心疼的。你就让苏老七进去吧，起码你去睡一觉，说不定等你睡醒了，小师妹也醒了呀。是啊，我才是他的亲哥哥，你不能老守着他呀！你让我进去啊？算了，随他去吧。我想妹妹醒来，第一个想见的人，也未必是我们。走吧。冉冉，你什么时候才会醒来？妹妹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来，月影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师妹，你该不会连师姐都不认识了吧？妹妹，你是不是又调皮了？冉冉，你们是谁啊？你们认识我？妹妹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忘了他们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忘了哥哥我呀！你不记得了？小时候你就跟七哥我最好了，你要是连七哥都想不起来，你就死定了。没关系，全部忘记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苏冉冉，我告诉你，这回回去啊，我一定要向爹娘告你的状，把你关禁闭，让你哪儿都不能去，让我天天都看着你。七哥，冉冉以后不敢了。苏冉冉，你这个猪，你吓死我了！没事就好。走了。拉我干嘛呀？我要陪着我妹妹。闭嘴！日轩，对不起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是干嘛呀？怎么帮着外人对付我呀？这妹妹刚醒，我还有好多话没跟她说呢。你伤好了吗？就喝凉水。为
为什么伤不好就不能喝凉水？你作为一个女人，能不能有一点作为女人的觉悟啊？我怎么就没觉悟了？你最好别再给我喝凉水。我就喝，怎么着？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不是，你们吵就吵，干嘛非要拉上我呀？月影，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当然记得了，我掉下悬崖，被你救起。那个时候，你一心寻死，以为再也不会和你的亲人团聚了。可是后来，你撑了下来，还是跟你的爹娘团聚了。可是，我却忘了你，失去了你。以后都不会了。说话算话。来，拉钩。让日轩出来见我。你给我放开他！放开他！谁敢过来，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姐姐，姐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日轩呢？我要见他。你去把他找来。你去把他们赶紧叫来。不用了。师姐，青天，快放了我师姐！日轩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我同生共死整3年，你就真的不曾对我动过一点心吗？日轩这个名字，只属于月影。日轩的心，自然也只属于月影。那如果没有他呢？如果没有他，你会不会爱上我？没有他，修炼7绝的，便是我娄轩。我不会去西域，也不会遇见你，更不会爱上任何一个人。好，哼，好，苏冉冉，我什么都输给你。你爹娘爱你，你哥哥们爱你，日轩爱你，就连我的亲妹妹，她也爱你。而我呢？哼，我有什么？我恨你，我好恨你！青天，青天，我的姐姐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想见你。如果爹知道你还活着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住口！你现在说这些，都太晚了。叶青天，杨冰，哎，五哥，师姐，五哥，苏姐，帮我照顾好冉冉。日轩，把师姐带回来，但是不要伤害青天。放心。
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！五哥，你们快回来呀！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啊？你说我是应该叫你姐姐呢，还是叫你青天呢？娘说，姐姐的名字叫杜瑶雪，因为姐姐是在雪天里生的，有肤白似雪，所以取名雪字。后来娘给我取名叫姚冰，因为这样就可以离姐姐更近一点。娘说姐姐很善良，小时候连家禽都不愿意吃，总是偷偷的把它们放走。所以后来娘做的菜，便再也没有荤腥。娘说姐姐喜欢吃玉米饼，所以攒了好多好多的玉米粒。她说姐姐总有一天会回来的，等姐姐回来了，一定要做玉米饼给她吃。可惜姐姐到最后也没有吃到娘做的玉米饼，只吃到了我做的。娘死之前已经骨瘦如柴，她日日都在思念你，因为愧疚，她惩罚了自己一生，最后还郁郁而终。姐姐，住口！姐姐，你一定要原谅爹，原谅娘，他们都很爱你。爱我？爱我为什么不来找我？爱我还让逝水红颜折磨我这么多年。爱我为什么不下太乙山来找我？我爱我。师父说的对，没有人会爱我，我就是一个扫把星，怎么可能会有人爱我呢？我明明是被娘亲遗弃的孩子。姐姐，住口！我说过，我要把属于我的一切，一件一件的从苏冉冉身上要回来。姐姐，你放过小师妹吧。我为什么要放过她？如果没有她，日轩一定会爱我。如果没有她，师父的传承理应是我接下的。如果没有她，我就不会变成现在的我。姐姐，住口！不许你再叫我姐姐！放开他！苏南！
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。昨日少年捉青山梦里还，昨日少年捉青山梦里